中国的文旅部今年4月宣布，要开放上海居民去到金门马祖旅游，由上海旅游业者组成的团队，今再去先到金门探路草，按算要进行3港行程。也因为进前呢，中国有宣布10项对台政策，金门县政府议会也要组团去到中国厦门考察。本地是这副县长要带队，不过中央审查了后，强调咱的政府并无推动新系统的政策，也因为安尼呢，无核准11等以上的人员去到中国，这访问团的层级就降到副处长、副局长的等级。由红布条啊，人龙人山迎接金门县府热情欢迎上海旅游探路团，经过小三通到金门，展开3港2暝交流行程。我觉得我们这个团对金门姐好感倍增。上海旅游业者11人先到金门酒厂参观，佮去金门老街拜访讲堂甲更多顶点头，佮经过金门大桥去小金门。这是中国今年2月宣布要开放上海居民到金门旅游了后的首发团。特别是我们也希望说，透过金九的一个连接，能够让两岸能够更加了解金门。同一天，金门县府议会也组团去中国厦门考察，因为进前中方公布10项涉台措施内底有关金门部分，包含甲福建沿海通桥甲支持金门共享厦门新机场。原本安排是副县长李文亮带队，按过陆委会审查了，无核准11等人员去中国，暂时降做副处长、副局长等级。基于国安或者是两岸目前相对来讲比较紧张的局势，探讨这些议题，中央可能相对觉得目前比较不宜嘛，但是我们还是会努力的来争取。移民署指出，政府无推动所谓新系统的政策规划，对金门县副县长以及主管去中国申请未核准。另外，在两华金团令无解读之下，最近有台湾民众自主旅行团到中国感受旅游，发生并且事故，也引起是不是合法的讨论。自主团并未违反禁团令，且仍属于团体旅游。故旅行社就办理团体旅游所应遵循的规定，皆需遵守，包含签订国外旅游定型化契约。观光署统计，去年国人到亚洲附近国家旅游，第1名是日本，第2名就是中国，一年超过373万人次，比韩国、越南、泰国拢较济。有旅游业者承认，若禁团令无解除，可能互去中国旅游团继续卡伫普色地带，恐也毋是长久的打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